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句：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台语是安尼写，安尼讲。你一月日赚偌济钱？一月日就是一个月、一个月，所以啊，半月日就是半个月，顶月日就是顶个月，后月日就是后个月，一个多月就是个月月日。过来，赚偌济钱的赚有三种的意思。第一种赚赚取，像赚钱、赚食，罔赚较袂散。第二种赚利用机会，若要去爱赚早，赚即摆紧去，赚小紧啉紧食，拢讲小惊大喙。也毋过乡亲啊，其实哦，赚小啉、赚小大喙啉是一种真无好的习惯。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65度以上的饮品定为致癌物，讲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。所以大家打来，不管是啉汤、啉茶、啉咖啡，会记得等候较凉咧才来啉。那第三种碳跟随跟从，像讲盐加碳红杯，都是东施效颦，都是不自量力，想要模仿别人。那偌济是多少？偌久是多久？今仔日的台语字，你一月日赚偌济钱，实在真趣味。